今年是屏东沿海三个乡镇东港、琉球、甲南州3年一考赢王，有真侪民众登到故乡参加，亲像琉球乡因也遵照古礼举办王船浸水夜汤啊，还有一个民众是抢这汤啊，是抢甲下沉沉，也有人伫咧问讲，这敢会违反着涉过300人的防疫规定呢？屏东县政府表示，讲庙方有事先申请，嘛拢有遵守防疫规定。 热烈的炮仔声，庙方人员甲一大包的糖仔饼拢总压落去，庙埕人客人，民众挂袋仔甲纸箱抢食的糖仔饼，现场要送出3000斤的糖仔饼给乡亲，这是琉球乡王船祭典的传统。打下去像打很多鱼儿，人家在讲捡糖果，就是像那个鱼很丰富，很多都在跳这样。这撒糖果都5、6千斤，今天多少差都没有超过3000斤。小琉球赢王有100年历史，今年拄着疫情延到12月，庙方也是顺古礼，新举办王船浸水典礼，由贵宾替王船点检、护水、起房，因为是地方的大代志，真侪乡亲拢回来参加。三农工呢，在前几天有报防疫计划到主管机关，全员戴口罩。 手喷酒精，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，人数呢也控制在300人以下，一切都符合规定。3年一考赢王虽然规模缩小，信徒抢糖仔保平安，嘛爱做好防疫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，屏东报道。